相信真侪民众最近经过公园南路甲海岸路这个大型路口边仔的和顺公园，拢有看到一个非常大个蓝色的物件，这其实是一个恐龙蛋。如果行较近的，就会使伫边仔的沙坑当中发现恐龙的化石。这其实是干务局特别打造的恐龙主题公园。这个公园启用当天，也会使看到真侪小朋友伫遐耍了非常的欢喜。当地里长也肯定市府打造这个充满特色的公园。附近的家长也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佚佗的新景点。这个公园是带小孩子来很适合，而且如果是带小孩子的话，后面有树屋，后面还有溜滑梯，带小孩子过来很适合哦。沙坑也看起来干净，而且很安心的叫我小朋友玩。我们很感谢营建署跟台南市政府一些相关的单位把我们的和顺里这边的那个和顺公园建设得这么好。我们有一个恐龙主题公园，希望我们在这个落成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欢迎到我们这附近的包含我们全北区的那个小朋友，能够来我们和顺里这边光临我们的和顺公园，顺便来我们的恐龙沙坑这个主题这个乐园来这边游玩。会有这个公园改造工程，上重要的原因就是干务局伫前瞻计划的支持之下，选择海岸路甲公园南路进行道路优质化的改善，同时也运用经费打造这个公园，就是希望让民众有优质的用路环境以外，也有一个亲自出游的空间。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公园南路道路优质化的这个完工，以及和顺公园的这个落成，可以看到事实上。在我前面的道路跟我背后的这个公园，可以说是非常优质6星级的道路。那这个作为一个示范道路，当之无愧。那非常感谢中央拨款能够帮助我们来做好这个部分了。这个部分总共花了将近1年，从去年12月30号动工到现在将近1年了，中间历经了许多这个有点多多少少的波折。但是总是已经完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优质的道路可以让人家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示范，但是既然叫做示范，表示以后我们很多道路都要用一个很高的标准。那大家觉得台南市有一些道路还不够平整的，我们还是会一条一条的做，一步一步的做。那也希望说带给市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路环境。同时，伫即届的改善工程当中，干务局也增设了3座的智慧路灯，结合空气、雨量、风速的侦测器，甲智慧型的面板顶设备，打造台南成为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